1分30秒，在马加小念头一起练，会发生什么？在马等于2之前，养马收紧，重心更低更稳。1. 腿力装功明显变降，在马比普通马更累。1分30秒足够刺激大腿、臀、小腿，每天练，站桩稳，下盘沉，很快就能感觉到。2. 咏春核心。中线沉肩坠肘不被低出，在马会强制你盘胸拔背，肩下沉，手不离肋，手不飘，动作不歪。小念头本来就是练结构，2个意思，动作会越来越正。3. 呼吸自然变顺，体重稳，在马加慢动作小念头，心率不爆，但耐力、专注度提升，越练越不容易喘，身体会自动进入松弛状态。4. 实战最有用的前马资历会出来，咏春的前不是甲骨，是内核资历。在马练多了，转马更快，攀、绑、扶更稳，对手推不动。5. 适合新手，短期强化，1分30秒，不长不短，刚好不伤到膝盖，能坚持，每天都能进步。简单总结，1分30秒，在马加小念头等于高效浓缩版咏春基本功。坚持2周，你会明显感觉到下盘更稳，手更定，动作更像咏春。人生有特殊意